係，你哋好，有聲汪嘅時間啦，多謝我嘅粉絲同埋我嘅摯愛繼續支持我同埋聽咁多位聽眾。今日7月5號，亦都係7月嘅啱啱開始，希望你有一個好嘅月開開心心每一日又非常之 lucky 同埋有一個好嘅健康。咁美國咧亦都今年嚟講係以第250年嘅慶祝啦7月4日Independence Day。咁當然啦，世界盃咧亦都繼續進行得如火如荼，非常之精彩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預料不到嘅結果啊，所以有啲人賭波嘅朋友可能有少少覺得有啲做馬嘅嫌疑啦球賽咁我唔方便講啦，但係基本上都非常之精彩嘅睇得不過如果你有買嘅話，有可能咧真係唔到最後1分鐘都唔知贏定輸。咁但係好彩嘅方面咧，就係股票市場咧就比較多啲呢個 statistic 啦，即係數據啦，亦都會加上佢哋嘅公司嘅業績啦macroeconomic factor 出面市場大勢嘅趨勢同埋一啲種種唔同嘅 policy 政策，各個國家嘅政策啦，就可以容易啲預料得到走勢會係點啦。咁依家想俾個圖你睇，就係話想講翻要6月綜合咧3個指數嘅情形啦，咁你見得到咧，其實道瓊斯道瓊斯指數咧就上升2.5%，但係其實納斯達啦同埋 S&P 500咧就下跌，稍微微跌少少嘅。咁呢個圖咧，另外下面一幅圖咧就係綜合到啦。其實呢三個指數裏面咧，喺2021年開始咧，到而家2026年嘅走勢啦咁基本上就俾個又比較睇法你呢個數字咧，instead of 用回報率 percentage 去指給俾你睇啦，咁所以咧其實都非常之有趣。咁當然啦如果你見得到咧，其實佢跌嘅原因係因為咧喺S&P 500同埋呢個納斯達咧，其實真係基本上因為 AI driven 咧已經起得好犀利啦，所以其實咧回吐少少咧係有原因嘅。再加上2個禮拜之前韓國咧曾經publish 出一個 article 所講芯片嘅問題啦，咁令到基本上韓國指數下跌拖累咗美國市場嘅。咁所以其實美國市場嚟講，而家咧令人考慮嘅7月咧，亦都係仍然係非常之 bullish 嘅，因為咧又是第二季宣佈業績啦，好多公司嘅話，咁所以呢個盈利基本上嚟講咧應該會講好。咁7月有咩嘢宣佈咧？就有呢個 inflation 啦呢個inflation 嘅即係數字啦，7月14日、7月30號宣佈嘅。咁 CPI 咧都7月14號宣佈嘅 Consumer Price Index。咁另都會講到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啦，同埋 June PCE 嘅數字啦數據會係點啦？咁其實睇得出 S&P 500咧指數嚟講咧，一年比一年嘅增長咧，基本上12%啦，so far 咁其實咁於是咧7月開始咧，亦會開始有銀行嘅股市開始帶動啦。咁基本上 second quarter 嚟講，銀行咧其實睇得都仍然做生意非常之好嘅。咁而家油咧亦都開到嗰個開翻嗰個 port， 咁油價亦都見到最近跌翻落去啦。咁所以呢個通貨膨脹 inflation 咧有可能咧就會得到緩和。咁所以7月你都見到 SpaceX 之前135蚊上市啦，咁上到去最高225啦，最近跌翻落嚟啦。咁但係亦都差唔多時間咧嗰啲人買咗呢個股票嘅人咧，可以10日過咗10日啦，就可以開始賣佢股票啦，某一部分嘅人。咁所以睇下禮拜一開始 SpaceX 嘅起年跌啦，咁但係長遠嚟講，2028年咧，就因為 Elon Musk 呢個人。佢其實話咗俾你聽啦，由呢個 Tesla 開始，佢做咗好多嘅唔同嘅 project 咧，咁有啲都係賺錢嘅，所以啲人都因為買佢個名啦，期待呢隻股票啦。但係短期嚟講就難啦。如果佢跌翻落嚟有呢個可能性，但係長遠嚟講2028年咧，咁有可能啦呢個股市會高過而家呢個水位，所以呢個 SpaceX 你就好考慮究竟想長持嘅朋友繼續揸唔需要買啦。如果短期 profit 嘅話，睇短線咧就可以考慮，應該可能要買啦。咁想講翻幾隻股票咧，喺呢個時間嚟講咧，就係 Nike 啦。Nike 咧好犀利啦，比較靚仔嘅就係上個禮拜咧就起咗10%啦。咁原因係因為佢宣佈業績咧比預期好啦。咁但係如果睇翻而嚟講咧，仍係跌咗42%嘅。咁如
果你有聽我視頻嘅朋友啦，到而家喺我依然係 recommend 推薦買呢隻股票嘅。咁通常一般嚟講咧，喺第四季咧嚟到 Thanksgiving 啦，同埋聖誕節嘅時候咧，見到呢啲 retail 嘅股票咧，呢啲股票都會上揚嘅。咁所以雖然你 retail sector 而家仲係唔係好好，咁如果 AI 啲錢呢啲人賣咗之後賺咗攞去做乜咧？通常都唔會離開呢個股票市場嘅，而去買嘅啲股票我哋叫做 sideline money on the sideline， 同埋佢 rotation 即係意思係一個 sector 嘅話，例如 AI 好股起得好多咧，咁而家轉咗買另一個 sector 嘅嗰啲錢嗰啲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投資者，咁所以呢個我仍然睇好呢隻股票啦。Along with that 就係遠禮得啱埋啦 UAA 啦 UAA 咧呢排都係起得幾好嘅，咁其實我覺得起到7蚊以上就可以考慮 profit taking 買啲啦。咁第二隻咧 Helion 之前咧即係有買2蚊嘅朋友咧，咁8蚊希望你賣咗佢啦，咁賺400% return 啦嚇。咁呢隻股票其實都等咗好一段日子啊，咁因為有一個宣佈嗰個消息利好，就話有可能呢間公司嘅做出嚟嘅嘢可以攞去幫助 AI 咧作為一種 energy 啦，咁於是通常都係 future looking 啦，咁呢個好嘅消息就帶動佢，令到佢起就2蚊好短時間，6月咧就起到8蚊呢個價錢嘅。咁我8蚊嘅時候咧已經賣咗啲啦，咁已經跌到4蚊幾啦，我就買翻，我賣咗個股票啦，咁我 average 4個6嘅買翻入嚟嘅股票啦。咁好消息就話，即係呢隻股票話俾你聽佢哋係啲 marketing 嘅人係有做嘢嘅，同埋佢哋嘅有揾一啲客源咧去 expand 嘅 contract 啦，去做多啲 revenue， 即係唔代表佢賺錢咧，因為佢 overhead 仍然有錢，同埋燒錢方面啲 cash 嚟講，佢仍然可以有呢個現粒嘅 cash 可以繼續operate 呢間公司。所以呢間公司如果佢研發嘅嘢係需要再多啲時間咧，佢仍然係有呢個可能性，唔需要冇呢個 bankruptcy 嘅威脅性。下一隻股票咧就係 Robots 啦，咁當然跌得最犀利嗰陣時得返40蚊咁即係一年新低啦，你見到。但係咧最近咧亦都好靚仔，因為佢講嗰個 lawsuit 咧，基本上佢揾到一個即係解決嘅方案咧，基本上就係話將嗰啲客源咧就變咗唔同嘅 account 啦，同埋佢亦都吸引新嘅人嚟呢個 platform 去擺個遊戲嘅話咧，分多啲紅俾佢啦。咁呢隻股票咧，有分析人士覺得佢值。如果你想知道發生乜事，聽翻之前我嘅 video 啦。咁但係具體簡單嚟講嘅話，呢隻股票仍然我睇好90蚊啦嚇，但係唔知幾時啦嚇。咁所以希望佢上個禮拜起咗20%，20%，一個月咧起咗32%。咁如果嚟緊7月嘅 bullish 嘅話，再上30%嘅話咧，咁你就可以計得到佢大約70零蚊水平啦。咁希望佢喺聖誕節嘅時候，今年年尾嘅話咧，又會上翻90蚊、100蚊。驚最高嘅時候係150蚊嘅呢隻股票，所以呢隻股票咧就喺我 watch list 入面嘅。咁另外下一隻股票咧，我就 recommend 推薦而家係買嘅價錢買嘅時候啦。佢嘅價錢咧 Netflix 掉到差唔多2021年嘅水平啦，但係佢個 revenue 收入咧盈利咧其實同埋銷售量比以前高好多嘅，因為佢嘅我都講過啦，佢嘅 movie 佢嘅 TV series 其實係幾吸引下，的確有一啲人亦都有 sign 啲 contract 用唔同嘅方法咧，去令到增加佢嘅 subscribers 嘅。咁當然咧，佢嘅 advertisement 方面亦都變咗另一個 account， 呢樣嘢我就唔加以評論啦。但係佢亦都有，如果有用手機玩遊戲嘅人朋友，亦都有見到 Netflix 亦都有啲要開咗佢嘅 account 咧，咁先去玩佢嘅遊戲嘅，所以佢亦都有 gaming 呢方面嘅賺錢嘅能力嘅。咁當然啦，個 merger 失敗咗，買唔到 Warner Brothers。其實如果而家嚟睇咧 ，investor 或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都覺得投資者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消息。咁當然咧，佢仍然可能會揾其他地方買其他地方嘅 facilities 啦，咁或者佢可以考慮香港嘅 TVB 啦，咁support 下㗎，令到佢如果買得到價錢嘅話，傾得掂，咁可以繼續做唔同嘅嘅 production 唔同嘅故事啦，同埋亦都可以減低佢嘅成本，令到佢盈利更高啦。咁另外最近想講嘅係微軟好叻仔啦，最近咧就彈翻上去啦。Hopefully 啦，嚟緊呢個禮拜咧，股市繼續上揚咧，可以令到佢去返400蚊以上嘅水平啦。咁佢7月咧就會再 announce earning 㗎啦。咁到時咧亦都係一次
係睇下 AI resilience 有冇啊。Meta 最近咧，因為佢要賣佢 AI 其中一個部分嘅生意啦，咁啊令到佢即係佢 return 就快啲攞翻嚟啦，佢嘅投資。咁所以呢個 Meta 最近股市咧見到有一日咧就起翻上去10%嘅。咁啊，我睇個 Meta 長遠嚟講咧，其實都係考慮啦。呢啲股票咧一年嘅 target 咧都係1000蚊嘅。咁佢最高嘅時候起過800幾蚊嘅，係跌翻嚟550蚊嘅最低位。咁啊 Micron 咧都最近咧宣布業績嘅時候咧，佢係的確起咗上去嗰日咧就起咗10%嘅，但係咧佢而家跌翻落嚟啦，又 pull back 到1000蚊以下，所以咧我依然覺得 Nvidia 如果冇錢嘅人買 Nvidia 平少少啦200蚊水平，咁其實跌到190蚊樓下可以考慮啦，再等佢 earning 嘅時候咧，應該又會 push 翻上225蚊嘅，咁就有25%啦，喺一個月嘅 return 都唔錯。咁但係 Micron 咧就可能要睇長遠啦，因為 AI 呢個亦都係睇個 future 芯片仍然有呢個好大嘅需要一個市場裡面 ，OK？ 咁again股票市場咧就好難去 time 佢知道個時間幾時買賣嘅。咁我仍然咧 expect 個 M shaping 會發生啦，但係7月因為宣布業績同埋一啲 catalyst 一啲好嘅消息咧，應該會帶動佢上去嘅。但係 AI 可能會 pull back，即係 Nasdaq 可能唔知會唔會上，但係其他嘅嘢咧，其他嘅股市咧，道中可能會繼續推上新位啦。咁我亦覺得股票可能會之後7月之後會回落啦，咁跟住之後會再推上去到新高嘅 year end。多謝各位，如果有咩問題，可以 send 啲郵俾我。Have a nice 開心嘅一個禮拜。Stay tuned，thank you。